备战斗。好枪啊，弟兄们，赶紧搬！好汉，我们就不难为你了，你们已经尽力了。这枪给你留下，这可是你吃饭的家伙。来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！掌柜的，哎，掌柜的，你看，光辉，你干啥？他看你，我要挖了他的眼珠子。要是他抢了我的东西，我也会这样看着他的。兄弟，我今天就饶了你一条命。你们是哪个山头的？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。咋了？你可想找我们？哪个山头的，我会告诉你吗？山不转水转，哪一天你要在路上碰见我，你可以把我炖了吃了，没问题。不过我可要告诉你，土匪的肉可不是好吃的，野味儿太重了。光辉，我们走，兄弟们，快搬！快！哎，放这边啊！放开！快，小心点啊！快！光辉，快走！兄弟们走！来，走！快，给我咬开！快点！上，快下车！上，快！长官，我们是押车的，我们的货让土匪给抢了。土匪人呢？往山上跑了。弟兄们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批军火给追回来。你们几个去把他们给解了。是。带上这几个保镖，跟我来。快跟上！快点！快！掌柜的，警察追上来了，你看。长官就在前面。狗儿，带着弟兄们赶快走！好，我和光辉还有几个弟兄们狙击狗日的。站住，别跑！对，留2挺机枪在上面。上！掌柜的，打不打？光辉，告诉他不要再追了。山下的兄弟听着，再追老子就不客气了。狗日的，还真打！弟兄们，这些男人也都是有家室的，不要往死里打。他们在家里面都是顶梁柱，瞄准他们的腿和胳膊打，那打不准咋办？那就是天意了。光辉，赶快扔手榴弹，叫他们不要接近。弟兄们，打！弟兄们，冲啊！他追过鬼子。小伙子，你是个不错的警察，赶快回去，再往前冲，你就见不到你妈。弟兄们，撤！走。走。
这汽车也该到了。是啊，咋搞的？我这右眼一个劲儿的跳。右眼跳咋了？啊，常言说得好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呀。啥话？那我左眼还一个劲儿跳呢。好啊，那就是平安无事了。有了这些枪啊，咱把以前用的那些个啥中正式、大刀片子都扔了得了。新天爱富啊！这些枪虽然破旧点，可都立过功啊！啥先拼爱富啊？哎，那你咋不拿大刀片子去抢汽车呀？看来他还想抢飞机大炮啊！那哪成啊？我抢飞机大炮，我还不会玩呢。小心走火啊你们！哎，应该叫掌柜的过来看看。那叫看看吧，那叫阅兵懂。这大脑，阅兵这也叫检阅吗？对，检阅。让咱们掌柜的看看，咱们黑龙潭现在兵强马壮。我去叫掌柜的，去吧。哎，快点啊！掌柜的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喜欢啥枪就拿啥枪啊！等咱掌柜的来了，让他看看咱们的兵强马壮。光辉，哎，有事儿吗？我看看，兄弟们让你出去看看，看看我们的队伍。哦，弟兄们的枪都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都拿到了，兄弟们特别高兴，像跟像啥？像跟娶了新媳妇儿一样高兴。光辉啊，你先出去吧。我在外边等你啊！啊！都把枪拿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你。掌柜的，哎，这是干啥？兄弟们等着你检阅呢。检阅？啊，就是让你看看的意思。弟兄们好！掌柜的好！弟兄们，凭借咱们手中的武器，就算是正规军来了，咱们也敢跟他拼上一场。只要咱们守住小苍龙岭，他们也只好把咱们看上几眼。即使他们把咱们给围困了，咱们就是3年不下山，也有吃有喝。弟兄们，现在我们谁也不怕了。听我老子，我们也不怕。掌柜的，检阅吧。啊！兄弟们，开始走路。来，那就走路嘛，那就齐步走。齐步走，兄弟们，向右转。哎，掌柜的，别人的队伍都有个军歌啥的，咱黑龙潭这么大队伍，不得有首歌啊？哎，弟兄们，你们说啥歌啊？掌柜的说了算。对，你说了算。哎，斩山童咋样？斩山童，啊，不行，那首歌不好走路啊。哦，倒也是。哎，一条龙，一条龙好，对吧？就一条龙，大家一起唱。齐步走。
也是黑龙潭的一条龙啊！哎呦！这些保镖是干啥吃的呢？嗯，李保镖，你说，谁来赔偿这些东西的？丁管家，兄弟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就是把我们兄弟的全部家当都卖了，也赔不起2车的军火呀。谁抢的呀？不知道，反正有上百号人。金宵带着警察也赶到了。是啊。李保镖，关于军火这件事儿，